考考你。2026年起，交通違例罰款已經調整咗啦。今集就考下司機大佬們可唔可以連過三關啦？違例泊車係會被罰款幾多錢嘅呢400嘛？cut 雙白線罰款幾多錢呢，600、衝紅燈係會罰幾多錢嘅呢900、違例泊車係400蚊？cut 雙白線又會罰幾多錢呢？ ，670幾，試下再估下， 675，係675，衝紅燈貴啲點啊，900蚊係咪啊？係以前係咪320，依家係400蚊啊？係啊。我係受害者喎，當白線嘅要670蚊，我又唔知喎。嗱咁咧，其實咧而家衝紅燈咧係會罰900蚊嘅，仲會係扣5分啊！哦，要扣分㗎，係啊，扣分係最緊要嘅，因為你一扣分咧，佢就會記得嘅。適度調節交通法例罰則，可以加強阻嚇性，提升道路安全同保持交通暢順。今集考唔考到你？下集隨時輪到你。